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贝，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我们农地高树乡是我们屏东县一个很重要的农业的乡镇吼。地方有几道特别的农产品，像凤梨啦、枣的，甚至讲乌的。今年也利用一个农产品，结合这个乡镇地方的天然资源，作为今年的观光资源来讲，推动了几道无穷的旅行啊行程，也几多人喜欢在冰了的时间来去高树乡去留了一下哦。今本年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在高树乡当地的有机农场的天意太头家来到节目地位，好好来同大家紹介一下佢哋嘅農場哦。馬上就來分享我哋鳳麒有機農場嘅天意太頭家，我哋 Kevin 哥。大家好，我是鳳麒有機休閒農場許澤龍 Kevin。農場喺屏東最北部嘅鄉高樹鄉，歡迎大家。哇！歡迎 Kevin 哥來到我哋節目地位。Kevin 哥頭頭有講到啊，係嘅鳳麒有機農場嘅天意太頭家嘛，吼。天意太頭家係爸爸嗎？爸爸。哦。徐天來。你爸爸做乜嘅幾時就會想到講喺高樹嗰邊成立嘅農場啊？爸爸伊是高樹人，爸爸媽媽攏高樹人。在地嘅高樹人。爸爸喺高雄有教書。喺高雄石泉國小教32年。教書以前伊是喺屏東農校，當時是農校啦，伊有通農業科系啦。所以對農業有興趣，所以講一邊教書一邊都我哋是做過太農，搶幾道工人，當時差唔多15、16甲有哦。哇，嗰時就算講係15、16甲幾大嘅呢？當時嘅時代伊都種高經濟嘅作物啦，像木瓜。後來木瓜有毒素病啊，個無好種嘅時，伊都種鳳梨。嗰條擺嘅時陣鳳梨韓國少年種。一般嘅鳳梨攏土鳳梨3號土鳳梨嘛，台農3號。嗰個時陣安尼都有其他品種嘅，同個政府嘅農事所研究剛安尼。輔導我們有種一些不同品種新品種所以台農13號甘蔗鳳梨喺我哋農場試驗成功，所以在農場命名的，所以新品種就在那邊之後才有17號金鑽鳳梨哦。你都喺農場上係最頭下一片睇做一個專門係種鳳梨嘅農場係咪？以鳳梨為特色啦。嗰時隻爸爸佢本身係做先生嘛，要嚟經營一個農場，佢會唔會感覺講，我無限太無限？伊有講啦，所以伊有提早退休，所以他55歲都退休，都過來專心做鳳梨，種鳳梨，鳳梨做唔會難所以因有法度本來4年呢，喺外國讀書你講Kevin哥，喺這個有去國外讀書，嗰時候都講萬歲都去國外讀書嘅我做兵做2年，我嘛有做過兵咯，做2年兵咁樣去出國讀書嘅我妹妹2個妹妹伊高中都喺外國讀嘅啦，喺個讀書嘅我都喺個加拿大東部東岸，就是安大略省多倫多邊尼加瀑布那邊，嘅地方同以觀光陸地觀光跟農業旅遊為主，所以加拿大本來幾好的一個環境過來台灣的時陣我都感覺我哋是做可能是農業是不同的變化Kevin，這個講喺加拿大係讀書嘛，讀嘅係同農業有相關的嘛？我是讀那個企業管理。企業管理的部分。電腦跟企業，它是雙重的。你嗰時節算大家我記得講，嗰時節出去國外讀書應該算國外留學算一個高峰嘅時段嘛，嗰當年也去加拿大啦，也係講美國嗰邊去讀書。除了讀書畢業之後，都直接過來接觸農場嘛，還係講有做過其他嘅工作
先讲啊，伫加拿大的时阵啦，吼，因为伫个特殊尼加拉瀑布嘅附近一个圣凯瑟琳那个城市，我的学校叫 Brock University， 约翰大学吧，Brock 大学，伊伫尼加拉瀑布嘅附近啊，农会拢农业为主，你伫嘛，瀑布有水资源，所以伊个附近是水源水质保护区，不能有污染的伊严重的如当地的水果。桃伊啦、苹果啦、水蜜桃啦、葡萄啦，最有名的都葡萄酒，尤其是冰酒。所以我有看到伊咧去太健咧德国人的酒庄去的是你可以预约做导览做20分钟导览，伊要讲介绍葡萄的一般基本常识，像白葡萄。你做白酒白肉配白葡萄酒，红肉配红葡萄酒，葡萄的油脂怎么看？用于酿造葡萄酒当然都伊个葡萄园好杯柜台的葡萄园，你拿一比葡萄酒，行到葡萄园底杯，里面来比葡萄酒你拿一排葡萄，第一多年酿造而成。所以它有一套有生产履历，当然有生产葡萄酒嘛，你参观迄个对个葡萄对伊个品牌很深刻的印象，唔多落杯卖葡萄卖啤酒那葡萄酒的商店你看伊都来品牌有迄个迄个也咧农场所以你对伊个品牌会有印象，所以购买意愿会增强。所以我鼓励台湾，因为当时我妹妹也拢鼓励读书，读硕士都鼓励台湾的，爸爸妈妈拢伫台湾，所以我感觉1年伫个应该嘛会鼓励台湾的发展你鼓励是因为是做农业，爸爸你农场，当时我爸爸开始做邮寄的。不过我感觉邮寄的柜台问题都会行销，容易把东西好的农产品卖出去，我感觉你会伫品牌着手，品牌最重要你会伊的体验，本人伫个农场，个农产品好伫哪，所以我有申请的休闲农场，鼓励差不多96年鼓励的啦，民国96年吧，98年你休闲农场的许可登记证有拿到，你开始经营休闲农场，以体验行销为主。你喺讲，其实也有受到许多国外的经验的影响啦，可能有一个想法讲，过来接受一个农场的时间，如果可以来赚钱，万一来讲，唔係对完全生产我能可以来做一个休闲观光一个部分，提供人客来体验的农场为主嘛。你工作转来，爸爸嘅时间其实佢退休之后，将来专心做一个农场嘛。都係講佢退休之後，將來講來專心做郵寄嘛，還係講佢之前就有受到某個影響，都免到講人可能我來轉郵寄啊。應該講農業要看那個條件做個條件的事情因為講當時嘅時代大家攏種嗰種嘅，人講台語講小氣你迄種蔬菜啦、短期作物啦，菜瓜啦什麼的，或者芋頭啦、水稻啦，伊剛剛都會做高經濟作物的植物，給愛嘛給攏有興趣嘛，有興趣愛都會研究，所以種的是木瓜，那時候木瓜還比較少人種，後來慢慢農改場有在推廣，過來都毒素病的問題，所以又個轉多種鳳梨，鳳梨攏請教嘅專家，當時都張清琴嘉義農事所鳳梨的專家，鳳梨的專家就現場講輔導台灣的那個農政單位過後，講公用的種有一個品種13號台農13號甘蔗鳳梨，就是凍蜜鳳梨啦，在我們農場試種成功。
命名啊，所以在农场这边红旗这边发表啊，台湾就以后就有甘蔗凤梨了。迄个东西啊，无17号金钻哦，啊后背慢慢已经有金钻。啊是安尼啦，不用要钻有机呢，慢慢的钻的啦，因为讲唔要一下都全部拢有机啦。嘛小路最重要啦。主要嘛是遇到了 WTO。国际因素啦，所以讲爸爸因为会克服 WTO， 因为外来的水果会竞争所以这没有办法，所以你必须要农业还要再进一步所以刚刚爸爸都想讲要做有机农业。当然辛苦有机的辛苦行销啦、生产也没有技术有机有有机的技术行销更不可能因为也没有有机的专卖拍卖市场或者连锁店，什么都没有唔会冲野蛮有机法规嘛，佮拢有的还有专卖店不过我感觉唔单止要做有机，还会加不同的元素下来，包括教育，包括体验，包括休闲，甚至于文化，凤梨特色产业的文化。所以我们都红旗，你看安尼个农民教有一个农民教室，也有体验区可以做 DIY。农民教室底部有讲介绍，台湾凤梨的品种有哪一道？它的生长凤梨的一生长过程，最重要一样呀，咱个另外一个看到休闲旅游可以一边休闲又可以得到知识。因为以凤梨来讲，安尼应该比一般的游客更低伊的知识嘛。用先呼吸的凤梨，有机的凤梨同一般凤梨容易无共用。凤梨按来求食过后，按容易食，按容易熟凤梨等等。这个就是增加凤梨的一些体验行销、休闲农业进而增加怎样品牌的建立啦。原来安尼，哇，观众朋友，Kevin 今日路卡按走路台发展一个凤梨的事业呗。原来今日行喺按条线咯，不过真是有机的专做过程，係按简单嘛。头头 Kevin 讲地方按到食农教育内容，原来係用办去推动咧。休息一下，继续来同大家紹介。韩式世界不是会想讲哇，假使讲卢卡有一个轻开发的天梯，也系讲山体可以高了一下，系一定的爽快的事情这个农场有10几家的体内，他地方工作也系睇高了的时间，系有冇嘅感想呢？Kevin 哥，你头头讲能爸爸的农场按开发韩式就睇农场地方天数的嘛，这个几时感受系冇嘅其实我回想起来我生年的时阵你伫遐做农过辛苦，因为从小到大我都听爸爸在听书，听去后背听上听当时是种木瓜，用布子去包木瓜，一粒一粒去包好，我用天上解吹必走，有时烧1-2粒，我爸爸都喺去摘木瓜，我唔伫按用去摘。唔伫一种泥种的，记得有一摆爸爸讲要摘黄桥的、黄桥黄的，也三桥黄的，唔伫那个木瓜它有好几个面嘛，有几条黄色的，三桥黄迄度3条黄色，最毛的三桥黄，黄桥黄都过黄的，有5个面啦，所以我小时候生年拢买了。我了都同我爸爸伫做农，同我
帮妹，也俺爸姑姑啦，俺爸爸的姐姐，因为俺爸爸最细大姑，都演，当时嘛是安尼啦，拢请一家人，唔拉都请6批人，天数，同主条又是伫木瓜园伫边吃饭哦，个月做梦里的时候，梦里啊年年啊，阮来变日条啊，真是所以等日条大要吃饭咯，我伫遐个种个辛苦，真是当狗热带下也热，过热，无注意到是讲我本个梦里速度、角度，系咪？不过以前甘肃洞吼，迄个辛苦啦，不过嘿，人家非常方来讲，也是一个难得的记忆嘛吼。可是接下来，几多路卡开始，真是天天都开始经营的时间，头头他们跟有分享到讲。转型游记的过程之中啊，行销也困难，生产的部分也有困难，可以针对量的无相同的部分同大家分享嘛。行销能先唔好讲，人哋想嚟讲生产能拄到乜嘅困难？差不多15、16年前，嗰種我爸爸開始做，差唔多23年前就開始做遊記啦。當然是部分啦，唔係農會啦，部分咧是。迄時陣台灣幾少人做遊記嘅，所以我用生產伊個東西，伊個水果，伊有伊個門檻，有機的門檻。所以例如咧，病蟲害怎麼處理？當時爸爸攏請教專家，嘛會去上課。例如來講啊，木瓜當時有種木瓜，木瓜都最怕蚜蟲，蚜蟲會傳染一些病毒啊，蚜蟲嘅時，人講啊，專家講木瓜葉順後種嘅玉米啊，保熟，蚜蟲伊要食保熟，伊都問保熟比食迄個是，伊都唔會食嘅木瓜，你食飽嘅啦，食飽嘅，有條還有個紅蜘蛛啊，木瓜嘅紅蜘蛛，講人講要殺嗰種嘅牛奶。噴牛奶啦，牛奶給紅蜘蛛食，噴一噴以為食，食了以為肚子會脹破，所以都給都病那個殺蟲劑，爸爸有做嗰種的辣椒水，木醋液啦，辣椒水啦，有木瓜酵素啦，都是種木瓜都安尼，當然啦，夢裡有夢裡的病蟲害，夢裡其實。水果底部夢裡嘅病蟲害都最少嘅，所以夢裡算健康的水果，個好菇啦，嗰種唔能又係一步一步睇試驗，有個有機嘅專做嘅過程，去試講用辦個適合唔能入下嘅農產品，嘅作物去適合轉有機，你其實生產嘅過程一定會克服嘛，這個去努力也係有請教人。行銷呢？行銷我冇想到有機，應該有機算係貼切嘅農產品啊。行銷嘅部分，大家應該會講，有機嘅呢，假使講貴些，有啲啊講嘅人話講唔怕，人哋貴些，唔過有機係健康嘅，人哋會買啊。做乜嘅有機對人哋行銷係一個困難嘅部分咯。條擺啊，一開始做有機嘅，然後20年前做有機嘅時。唔會買不滿意啦，很容易買啊。所以講啊，覺得價錢是一個門檻，個貴。為什麼人家要買你的？我古來時間都想啦，我都想講，我本消費者了解我能容易種出來的。所以休閒農場有一個很大的功能，讓遊客體驗以外。它也有知識的傳達，這個鳳梨有機鳳梨是怎麼種出來的？過來都用栽培，然後行銷就是 B to C，我們生產，種出來鳳梨去加多消費者的家庭裡面，所以你講農場到餐桌啦，都按你來，所以中間的一些人家你講菜蟲啊，或者中間商也。伊嘅剝削利潤都高嘛，所以對我哋也好，對消費者也好，所以達到雙贏。所以行銷的部分是這樣，一開始也我剛剛加上觀光
让他们知道，然后有教育的文化。那么人讲啊，梦里欣赏，你讲啊爸爸梦里欣赏，要种梦里，也要识梦里，就请啊爸爸，梦里欣赏，伊国小老师嘛，所以行销慢慢的达到品牌，也蛮开始拢嘛全部拢用栽培，目的都不会买。你基本哥提出一个无共用的行销的方式，打造一个品牌也好，做一个体验的也好，爸爸这时间有冇个意见冇？我爸爸伊是老师，而且他很注重教育，所以伊感觉，伊咧拉伊啦，还有两个妹妹嘛，伊感觉农业俺的接手，他很高兴，所以他是想说他想放手让我做做看，起步这几年的话做得不错，他又更放心，让我去试试看。其实佢有这个想法，不过佢看到我们接触之后，佢都想讲本后生嘅啲机会，我起码嘅都算支持然后不愿去吃啱安尼，不过看到后生面嘅成果，佢也讲真是用输入本全新的那个，佢都做起这个事情，都背后佢推球嘅真是推球嘅神法的嘛。个东西是安尼啦，爸爸做生产，我做行销，妈妈做加工。所以3个刚好互相配合。无共用的部分。其实变化最大的应该是行销的部分吧。其实生产同加工应该是讲头摆就安尼，无其他的变化吗？一开始他讲你拢讲行销最重要。一开始嘛是认为安尼。我嘛想行销伫背，生产也是很重要，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唔好的东西，人家顾客买了，也会口耳帮你宣传。你用这家讲100个好，行个夹个好。冇错，系啊。不过头头有谈到讲，除了生产行销，还有咧妈妈负责咧加工咧。加工。所以嗰种更加基本跟带过来嘅也就人看到嘅，其实也算喺忙里伫边加工嘅部分嘛，知冇？我唔知。人更加喺讲加工之前，先来确认一下讲好，更加农场伫边种嘅黄梨品种，最主要一多种台湾嘅黄梨也蛮来2年最名伊个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其实啦凤梨是低矮国原生种美国引来台湾。嘉义农事所专责做凤梨的产业，辅导凤梨品种。当然啦，有问题会抢高原，包括气候的变化他们就专程在研发品种，还有生产的一些问题，他会帮你辅导。嗰种农场伫边嘅品种全部都有嘛，还唔能贴喺种也几种嘅个贴喺咧。讲，农区我哋拢种过嘅，都种过嘅，更加喺种嘅係哪几种啊？也蛮地农场差不多5-6种嘅品种。种最多嘅种最多嘅是金钻，17号金钻。因为它个市场嘅方向係数到年下分养嘅行係金钻嘛。加工你们用哪一种嘅呀？加工我哋还是以品相最多的17号金钻为主。以前我哋有种3号的，还有种20号牛奶凤梨。还有种13号甘蔗凤梨，各种品种都有种过。不过目前是国内的凤梨的市场还是以金钻为主。80%都是金钻。应该算最甜的凤梨吧？你讲讲凤梨都金钻，芒果都爱文，伊个主要的品牌啦，品种啦，也系靠市场的激添的嘛吼。加工部分用金钻凤梨来做，能做呢加工品有哪道的啊？按凤梨来讲，有做凤梨汁凤梨原汁、凤梨冰茶有做个凤梨豆豉酱、凤梨浆，汉人的产的凤梨浆。妈妈佢有讲，人能做按道嘅加工品，佢感觉哪道嘅加工，佢感觉最难做其实拢会用心啦。若今日带3种凤梨嘅加工品来，有凤梨酵素、凤梨浆、凤梨干、凤梨干，
那个农会农地，俺的农场有机凤梨一家凤梨来做的。原料都是用这个来凤梨嘛吼。你个凤梨干啊，人自家在做的时间，其迄个特别咧，迄个俺哋以前咧讲，其迄像一类法嘛，人也係用人家安尼去低温烘糟、烘焙啊，也係講用某個方式幫佢做一個乾啊。那個差不多10年前啊，你都開始有做鳳梨乾的。當時啊，冇幾少人可以做鳳梨乾。個用個圓圈圈啊，俺哋做的是嘛是做圓圈圈，俺哋好改叫成太陽花。鳳梨太陽花，你這種法嘛？不過做顧客會回應啊。其實我是讀企業管理的。企業管理底下很重要就是顧客的反應回饋。我們市場的變化，我們是不是要做一些改變？因為你嗱，尤其個老人家食個鳳梨乾，也圓圓，也你咬冇好咬。太開耶！太開，而且伊個紋路，都同牙齒無共樣。所以講，我哋都做半月形嘅。過量嘅啦。過量個，我家切一半，我伴人好牙、好拿、好食，安尼。又做個鳳梨丁，一塊一塊，安尼小小片、小小塊丁狀，安尼伴人食。也不斷咧進步睇改良咧吼，順着所講，我哋講喺市場嘅為主啦，看市場講需要哪度嘅，我哋天天嚟改良嚟進步，係咪？冇錯。觀眾朋友，今家其實農場地方除了都生產加種加工，又有行銷，一三部分接下來就係今家農場嘅樣貌。不過真是講啊，休閒農場地方推廣嘅體驗又係教育活動，又有哪度呢？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一個部分哦。Kevin 哥，佢哋落喺農場啊，真是開始做有機嘅轉做之後，真是做有聲有色咧。不過真是來做有機之後，還會推動乜嘅教育體驗嘅發動，也條發動地位內容都大係乜嘅呢 ？Kevin 哥，可以同大家紹介一個，這個真是開始轉型之後，推動一條課程啦、教育發動地位到底係做乜嘅啊？我哋有做屏東縣嘅食農教育示範場地。所以尤其是中小學戶外教學，所以本身年落來，我體驗種鳳梨啊，是的。我哋迄種也問啲種鳳梨嘅時間，你表現種鳳梨。冇你鳳梨要防曬啊，戴帽嘅。冇你鳳梨該做衫褲。過來你摘鳳梨。當然咯。地杯也有做 DIY 體驗啊！你像嗰種做鳳梨漿，發乾型都啲鳳梨嘅釀製品，可以保存期限，仲要有客家那個媽媽的味道，古早味的鳳梨漿，尤其北部嘅人啊，買冇，也嘛愛買安尼嘅鳳梨漿買冇，所以我哋呢鳳梨漿有名嘅哦，所以讓媽媽來，讓她知道，鳳梨醬。鳳梨漿嘅製造過程，熟鳳梨用去燒，佢當然唔係用熟鳳梨，用去選好食嘅鳳梨，過來加糖加鹽調絲，過來釀造半年3個月以上，最冇3個月以上至半年以上，靜置，然後還有溫暖滿滿的愛心。所以就出來鳳梨漿。你除了個鳳梨漿之外，看到你有做個加工品有個酵素嘛，鳳梨酵素的部分，你也有做體驗嗎？鳳梨酵素是冇做體驗啦。主要鳳梨酵素它的量比較少啦。為什麼少？因為它要大量的鳳梨，才做出一瓶，少量的酵素了，它沒有加一滴水。而且我媽媽以堅持3年以上，
哦，不用按灸哦哦， ，3年以上比凤梨种按灸呢。系啊系啊，伊是无加糖的哦。所以一般的人做酵素也做醋啦，做乜嘅，伊是要加糖，那个是无加糖。本身凤梨的甜味啊呢。凤梨的甜味以外，伊有加伊的技术啦，技术啦，伊的日本的技术，都教伊教用伊做个凤梨酵素。主要是吃的帮助消化嘛，而且原物料好，自然它的效果是吧？对身体的保健也很好。你要个体验的法通，是一般的民众都可以去申请来体验吗？目前呢，是朝向团体为主啦。像小学的户外教学，或者公司行号，协会等等。不然的话就是家庭聚会至少要20人以上，我们就会帮他设计，做那个户外的体验，或者导览解说，或者甚至于用餐，我们有做那个凤梨餐，因为这个都其实大家拢来计划的啦，我们既然来到农场红旗有机休闲农场，那我是申请凤梨特色场域，所以以凤梨为主题。第一凤梨啊，弄个入菜，凤梨是的凤梨炒饭，凤梨炒木耳，凤梨做那个凤梨苦瓜鸡汤、凤梨汤等等。凤梨啊，包括凤梨的尾可以做一些装饰品，凤梨皮也可以煮凤梨茶。哇，唐风来规好是规想念呢。你假使讲唔去本太家来用餐啊，顺便来讲本地人体验讲。凤梨係用辦的一定農產品嘛，做一個農事一定的辛苦，唔能係咪同頭先前面講嘅啊？本地人睇鳳梨嘅甜地杯，安尼食頓嘅鳳梨大餐，跳那當個西安尼大下年，咩安尼嘛？冇啦，我哋有那農民教室啦，專門的教室，把費式的啦，主要就是說吃的都是以健康為主題，我哋即個種嘅米，所以來到。以吃喝玩乐，包括教育等等，弄以有机休闲农场的那种农产品，一部的东西元素来构成的，这个是我规划的啦。真是唐风来规划呢。除了安尼，全部係聽人農場地杯嘛，安尼有規劃個1日遊的行程，也係講2日、3日遊的行程，本地人可以同農場地杯行出去那邊留了果樹，安尼規劃有冇？有啊，我們當然半日遊也還是1日遊，包含用餐，甚至於2天1夜等等安尼果樹要不然有成立一個高速產業協會，我們也有那個大陸關，還有客家小旅行，以前有做過，有跟配合，就大陸關給告訴大陸有個大陸館，給幸福莊園，給有做民宿同你配合，甚至有做過夜，可以在那邊過夜，有種不同的，像那個可可，不同產業也有配合，還有那個印加果油。甚至於我們的有一個理事長，梁理事長有各種的給澳洲茶樹精油 DIY 體驗，這個我們都可以幫他設計，2日遊、3日遊，讓他了解高樹整個的地方產業，然後當然鳳梨為主啦，你講可以配合人客嘅需求，講唔能可以探索規劃嘅行程，無共用嘅體驗，錯冇？有，也蠻屏東縣政府有在推動嗰種嘅觀光巴士，鳳梨嘅採茂田區岸我哋農場旅遊一個點，之後的話還會推那個郵輪巴士，深度之旅，安尼有青島無共用嘅縣鎮呢，安尼講到咗呢，然後可能講人哋呢。鳳梨品質很好啦，可是市面上其實買鳳梨的地方幾多嘛？假使講人客出去睇買鳳梨的時節，佢們講鳳梨打得熬年呢？我用我來選一個好食的鳳梨，第一機會，趁一個機會同觀眾朋友分享一下唔能自家的技巧好嗎？以鳳梨來講品種幾多？迄種無講品種一般講鳳梨攏講17號金鑽鳳梨嘛。一般尤其是南部都以金鑽。嘉義那邊種的比較有其他品種啦，像牛奶啦或者什麼，那個就不同的啦
啊，以金钻凤梨来讲啊，哈，17号金钻来讲，伊有春蜜，就是春天最好吃的季节。啊，所以春天都3月到6月，啊，无愈2月到7月，愈最好食，因缘特别愈在4、3月更好食。啊，伊的特色啊，吼，如果适得伫农场，有机凤梨你可以去采全黄的。女黄啊，吼，因讲仔章黄啊，苏当黄的，苏当黄的啊，哦，计愈最甜。啊，毋过啊，早黄咧。嘛唔得空铁球啊，因为已经忘诶。啊，如果游客伊是来，你马上会吃。啊，种鬼行会供火啦、拜拜啦什么的，就可以采绿一点点。啊，一般来讲哦，差不多8分黄以上，上面有一点微绿最好，可以放个3、5天。啊，黄的是容易都食的。啊，熟黄梨熟爱蜜蜂，给蜜啊吼，你直接放在花瓶。做观赏凤梨，它是翠绿色啊，它会发根啊，做观赏。啊皮啊吼，有机的凤梨皮啊吼，是做嗰种的煮凤梨茶，变上好是安尼。啊，个凤梨糍嘛吼，它是凤梨酵素含量最多的。所以一般调棒安尼，你得记得吼，调棒的是，这凤梨加工全世界有名嘛，台湾的凤梨加工。台凤嘛，吼，给凤梨心沾梅子粉，安尼就食。哇！调白的时阵啊，吼，给凤梨心，它的含的酵素含量是最高。啊，有机凤梨同一般的凤梨差异最大是伊的纤维，哦，而且它的口感风味，不用食的上会过食，一口接一口。然后因为它是自然的香，然后纤维是很细致，不会咬舌头。哎呀，安尼通好咧，安尼规个凤梨都有其他嘅作用，真是一时半时都唔会弄起呢吼。哇，观众朋友，根本你当然Kevin哥介绍嘅，大家对凤梨係咪有進一步嘅了解呢？啊，假使講真是唔了解，唔怕，安尼有機會來去告訴聊聊一下，Kevin哥佢哋喺農場送嚟個體驗一下都幾嘅喲。根本你再一次感謝Kevin哥，唔帶嚟按精彩嘅故事同按好食嘅鳳梨哦，多謝。欢迎大家来到屏东果蔬红旗有机休闲农场，会亲自帮你们介绍凤梨怎么挑好吃的凤梨用于安尼的凤梨，用于种出来的我们也可以做栽培哦，欢迎大家，谢谢。我除咗更加有個已經青少年咧，更加聽聽先生嚟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